血差到正常咧，其實係圓圈咧。而家呢啲全部豬腸咧，修補到血管彈性，佢係世界醫藥三大數血管清道夫，佢可以令到個紅血球帶氧多咗啦，正常翻啦，活性多咗，行得快咗，同埋清除晒血液裏邊所有嘅垃圾，包括咗咧就係嗰啲代謝垃圾啦、尿酸、膽固醇、重金屬、血栓啦，全部都可以清走，所以佢係血液血管最好嘅補品。你就食3粒呢個淨血黃水質素，咁然後咧就飲4杯水，好係啦，你就會睇到個神奇之處噶啦。依家咧哇變翻一粒粒喎，即係證明係你嘅身體好吸收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係 Aiko。今次好開心咧，請咗呢個中醫藥研究所主任咧 Victor 咧嚟幫我哋介紹佢嘅產品嘅。我想問下呢一隻淨血黃咧，有咩幫助到我哋嘅身體咧？嗱，其實淨血黃咧，佢裏邊嘅主要成分咧就係水質。耆那其實喺《本草綱目》講咧，5000年前亦都有記載，有用價值就係可以促進血液循環啦、通經血、通閉血，同埋改善微循環啦。咁但係我哋而家做呢隻咧叫水質素，就係咧將水質嗰個耆那咧嘅分泌液提取佢嘅多肽蛋白質，咁佢同其他嘅改善血液血管嘅產品相比咧，佢首先第一咧，佢可以針對血管修補到血管彈性，佢係世界醫藥三大數血管清道夫，同青蒿素、胰島素齊名。佢會有一種嘅叫做神經再生酶，就係得水質有嘅，就係你將佢水質斬開咧，分開兩邊房擺咧，冇咗尾嘅水質同冇咗頭嘅水質，會生翻兩條完整嘅水質出嚟。所以佢係針對啲血液血管嘅修補啊。除此以外咧，佢針對翻嗰個血液裏邊咧，佢可以令到個紅血球帶氧多咗啦，正常翻啦，活性多咗，行得快咗，同埋清除晒血液裏邊所有嘅垃圾，包括咗咧就係嗰啲代謝垃圾啦、尿酸、膽固醇、重金屬、血栓啦，全部都可以清走，所以佢係血液血管最好嘅補品。好嗱，而家咧我哋將會咧做一個實驗俾大家嘅，咁我而家拭目以待啦。好啦，而家我哋進行取血嘅過程啦。我哋而家就擺入去睇啲血嘅形態啦。啲血差到正常咧，其實係圓圈咧。而家呢啲全部豬腸咧，正常嘅紅血球係圓圈一粒粒，咁每一粒都唔黐埋嘅，獨立，然後啲邊都係發光。呢個就係每一個正常最靚嘅紅血球帶氧嘅樣嚟嘅。呢個係代表咗咧個紅啲血好結啊。好黏啊！個人成日好容易好攰啦，可能因為生活習慣問題，成日飲水少啦，唔做運動啦，壓力啦，長期出街食飯，長期接觸電子產品啦，就會令啲正離子多過負離子，啲紅血球就會黐埋，就會令到啲帶氧唔夠咯。長時間就會容易引起三高或者心腦血管病嘅。哦，哇！咁你啲血都真係差差地喎。你啱啱咧做完個測試啦，你就食3粒呢個淨血黃水質素，咁然後咧就飲4杯水，好係啦，跟住轉頭咧45分鐘之後再同你 check 多次，你就會睇到個神奇之處噶啦。依家咧哇變翻一粒粒喎，即係證明係你嘅身體好吸收啊！如果你長時間都係咁樣，你啲養分帶血咧就會好好多，你個人嘅營養都會多好多，個人冇咁攰啦。哇！而家見到咧，阿謙咧食完之後咧，45分鐘就係有呢一個效果，好靚喎。咁其實我想問下，點樣食係最好嘅效果咧？嗱，其實有唔同嘅朋友有唔同嘅食法嘅。如果佢純粹係保健或者輕微三高咧，佢就係早晚各2粒，咁啊食3個月。如果佢係有心臟病、有搭橋通波仔、有中風咧，就早3粒、晚3粒，都係嘅療程都係3個月嘅。3個月後，如果佢發覺自己個身體好咗，可唔可以當一個保健品咁樣 keep 住食咧？係啊，可以嘅，因為我自己咧喺呢幾年裏邊咧，我都食咗3個療程。咁我中間咧，我唔食療程嘅時候咧，我就會一日1粒嘅，當係保健清啲血毒。咁我中意食嘢，咁有時食嗰啲好 heavy 嘅嘢咧，我就會嗰晚嗰餐咧食翻2粒，咁啊當係清翻啲毒，咁啊之後又再1粒咁樣咯。Okay.